够冷静的。要不是你把灭火器的栓拔出来，丁维可能早就被烤焦了。别跑了，跟我回去吧。看，随玉，嘿，丁维，随玉，那是什么？一个 AI， 他是要抓你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，立群，早。早。早，立群。我不知道那个 AI 为什么要抓人。对啊，查，那杀害你爸妈的 AI，不是还没找到吗？不会，我们当中就有人是 AI 啊，太可怕了！你们真的认为 AI 比人类可怕吗？在我看来，人类彼此之间不问大的仇视才比较可怕。回去。他是不是把你误认成了谁？或者以为你从哪里逃了出来？就要像是你们把我误认成 AI 那样。当初我在校门口碰见他，好像是蓝色眼镜。之前张立群给我的资料说，今年的 AI 有了意识模板。这个话题我爸爸和我妈妈曾经讨论过。机器人不应该有自主意识，而爸爸却说这是机器人未来的趋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创造001的是你爸爸？因此，可以利用这种特性设置公共密码，好让 A 方与 B 方相互之间可以解读 RSA 公钥密码体制。现在假设有 A 和 B 两人取两个相应的素数 P、Q 我给你及翻译。另一语。随玉老师，你吃不消，最好离开。冰块跟我做的就算了，连老师讲话也这么不客气，他们有什么毛病？算了，我们还有事要做呢，别忘了。